但是呢，我们平常都是说能够遇到大圆满法，从大圆满法前行开始修持，那这是一个非常殊胜又快速能够得到怎么说呢解脱的一个方法。那事实也是这样的，它这个大圆满法大圆满法的所有的这个方法都是最殊胜的窍诀方法，而且是最快速能够得到解脱的方法。所以这个里面来说的，也是我们在五加系里面呢，就是每一个都是非常殊胜，每一个都是非常重要。那如果是说这些里面呢，就是一个人一生当中转修一项，也是能够可以圆满的一个非常殊胜的法。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五加心，很多人都想这个是太长了，太多了，我这个功课做不完，所以根本就不想参与的，不想接触的，那就是有些人就是觉得好像这个也是走的过程，好像就是一个圆满的10万次10万次什么，就是反正就稀里糊涂的，就是以实践为重要，以数量为重要，以这样去想的话，也是可以，当然都可以想，因为就是修持的人看你的实践跟你的那种因缘，你的福报当然就修持的方法都是可以，但是如果是要最圆满的话，那就也并不是说数量为重要，而也并不是时间为重要，能够修持的质量跟数量全部都圆满为重要，这是肯定的所以就有些人就是比如说今天有些怎么说呢年纪比较大的，然后到最后大概可能是到了70、80岁的时候才见到了一个上师，才开始皈依或者是没有皈依，那就是那上师们看到他的时候也是不会特别的穿什么法就是顶多就是说你会念阿弥陀佛的话，那就念阿弥陀佛就可以，这才是最殊胜的。那如果是那个人把这个当作是最殊胜，然后呢就是他在剩下的生命当中一直念的话，也是很好，非常好。但是呢，是不是因为这样就完全圆满了？那也是比较难但是我们遇到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知道，就非常要重视的事情来说的话，就是比如说哪些事情呢？时间很重要，然后自己年轻的这个时间，健康的这个时间，自由的这个时间，这些才是最为重要的。那不然的话，就修行，想要修行，但是有很多的因素，那就你就没有自由。哪种说没有自由？有些人太富有了，没有自由可以修持佛法，因为什么呢？工作忙，家业大，然后就照顾家庭也好，照顾公司也好，管理公司也好，什么各种各样的，你太富有了没有办法的，或者是有些怎么说呢，有权利的然后就是有很多财富的，有没有时间修法？没有时间修法，因为他是有地位，所以就没有办法坐下来好好的念经就是要忙很多事情。那如果是他不继续的话，就是他也会怕他失去他的地位，失去生命也没有关系，但是地位是不能失去的。所以这样的执着所以就没有时间修持佛法。那有些真的是条件太差了，太穷了，那相当就是这个也过了，不知道下一个月的帮助从哪里来，那也没有太大的时间修持佛法，也相当也可以说没有自由那有些不健康就没有办法修持，对不对？所以各种各样这些所有可能会打断修行的一切的这些障碍都可以想起来，然后就现在没有这些障碍的话，自己就是在最幸福的。因为什么呢？这个就首先第一个，知道修持佛法才是最究竟的利益，这样的人就可以这样去想。如果呢就是把修行只当作是一个今生的一些那么就是避难的相当就是有害怕，有些人就是过去也一样，就是犯法然后就跑去出家的，那为什么就是躲避的，或者是有些就为了求财求法求地位
等等这些的原因去修持佛法的，那当然他们也并没有办法把修持佛法当作为真正的能够获得究竟圆满的方法。所以这样的修行人来说呢，那当然就没有办法用这些各种各样的比较，因为什么呢？就是没有学习过佛法，而且是不知道佛法究竟是为了什么而接触佛法、修持佛法。当初佛陀为了什么去修持，然后最后因为什么而成佛的，这些都不知道的情况下，那只是把它当作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人或者是一个神。那佛法也是当作是一个能够可以在给我们带来快乐，就是短暂的快乐，能够求什么得什么，就以这种的一个只是一个短暂性的寄托的方式去看的情况下，那没有办法观想无常时间轮回的痛苦等等很多的方面是比较没有办法再专心的去想。那么这种人来说的话，就是在很怎么说用心的做一些功课的话，也是功德都是变成了没有办法那么的圆满。原因是什么呢？修持的过程当中呢，没有怎么说呢，具备所需要的条件。自尊自恋